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27节。约翰福音第10章27节，例为圣经伫新约部分116面，台语和日本伫118面。约翰福音第10章第27节，咱就请咱共同来领受。我样听我的声，我捌因，因也对我。我样听我的声，我捌因，因也对我。以上，只是咱要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学习听探上帝的声音。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当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的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阮也感谢伫主日，阮有缘有这个福气来敬拜你。特别阮要来学习，要安怎来听上帝你的声。求你赏赐阮有属灵、有谦卑、有敬虔的心，要来听你的话语。也开阮的心门，互阮有属灵的智慧，会当明白。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咱伫2礼拜前的时，咱就开始来学习，讲要安怎来听上帝的话。咱底下有讲起讲上帝有要甲咱讲话无？当然，上帝甲咱讲话。因为伊创造这个宇宙的时，伊就透过这宇宙种种伫遐显明伊的智慧，显明伊的权柄，显明伊的美好，显明伊的信息。伊是自早创造这个世间以后，都一直无改变伊伫人的心顶面的这个心智伫咧。透过安尼是侦查咱唔知影，咱会当听到，还是袂当听到？所谓听是要甲咱讲，咱有听明白啊无？所以伫2礼拜前时，咱所讲的，咱来复习，也来讲，咱是羊，这个咱一定会当听到上帝声，因为咱是羊条内底这羊伫咧。当咱若甲主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时阵，主的灵就甲咱同在，咱就让明白伊的意思。然后上帝是伊是灵，所以伊是咱得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所以伊甲咱讲话的时阵，无一定是透过咱的耳孔听会到。真侪是透过咱的灵，互咱当明白。所以上帝向咱的灵来讲话，也会当照着咱的灵，互咱明白伊的意义到底是如何。咱来当听着上帝的声，来当明白伊的心意时，咱是上界大的慈善伫咧。咱在珍惜，听了以后，咱嘛得爱去行出来。咱则袂听失去这听着主声音的意义伫咧。当然，为什么爱学习听上帝的声？咱若想看讲，咱伫世间，咱伫社会中间的时，咱若讲做一个门徒，要去缀一个师傅的时阵，咱通常一定是缀真活伫咧。缀伊行会着，伊若讲什么，甚至还摕笔记伫遐来抄起来，就知影讲哇，这个秘诀到底是甚物？然后倒等于就伫遐来学习，伫迄所在会当所领受，会当行出来。这是成做一个门徒的这种上个重要缀这个师傅的这意义伫咧。当咱讲做上帝囝儿的时阵，伊创造咱，伊互咱足侪恩典伫咧，互咱伫世间，伊享受平安喜乐互咱伫。咱当然真毋茫会当知影上帝伊的心，伊咧甲我照顾，伊我遮尔侪听，我遮尔侪恩典是，我更较更加要行出来伊所欢喜的。所以伊到底是甲我讲啥物，我都要照安怎来行。我若毋对是，伊甲我讲啥，我会当明白无？咱的意思就是要参像讲迄个门徒。伊咧缀师傅共款，缀伫边啊，伫个所在知影讲师傅讲啥，就紧个写起来，然后佮照着安尼去行，甲你讲遐秘诀，甲你讲的这物件，你才会当诚做你的帮助。咱既然称作是基督徒，咱就是缀基督的人，咱更加毋茫当知影。但是咱虽然头讲了时，咱啥物有想着讲，若是安尼，上帝要甲咱讲话，但是咱为什么听袂着？有的人讲真容易就讲，伊听到上帝甲伊讲啥，啊有人讲我从来毋捌听见，这个原因到底是甚物？咱今日三个要来学习。咱若知影这个原因了的时，咱是毋是会当搁进一步知影讲，我要安怎来听到？要安怎听到上帝的声的时阵，甚至搁较进到搁较深的一层讲，这有啥物关键伫迄所在？上个重点到底是甚物？这拢是咱来三个来学习的。咱首先来看咱的今仔日的圣经，才甲咱讲的。咱下面这所在是台语，咱做来读来。我的羊听我的声，
我捌因，因也捌，因也对我。这拢总有三个句伫咧，中间有三个动词伫咧。头一个动词是听，第二个动词是捌，第三个动词是对。原来只要咱看见这个第一个性，才甲咱讲着一个羊，甲一个顾羊的人，因两个关系到底是如何？这个羊需要去听顾羊人的声，佮着爱缀顾羊的人。顾羊的人对羊安怎？我会捌伊。所以咱若是上帝的囝儿，咱若是最后所是好的牧者，咱是缀伊的羊的时阵，为什么咱这中间发生有这个问题呢？是毋是咱做羊的人，我有听啊无？我有缀啊无？主耶稣有捌咱无？明明一定要捌咱，为什么咱袂当捌咱？原因到底是如何？这是咱今仔日伫遐所要来学习的。咱为什么听袂到上帝声？至少有三个原因。头一个原因就是讲，咱的生命中间有这个无认的罪孽。因为伫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到第2节是安尼讲：看耶和华的手，毋是底袂为拯救。耳孔毋是动，袂会听，就是恁的罪过，互恁甲上帝隔断；恁的罪恶，互伊对恁面毋听。这是讲非常的清楚。耶和华的手毋是底，无办法甲咱拯救；毋是伊的耳孔动，听袂到。原来是咱的罪过，甲咱的罪恶，互伊甲伊隔断去，所以无要听。顾羊的毋捌羊，是因为安怎？因为这只羊无认这个顾羊的啊，这个羊无照着这个顾羊的咧甲顾讲，你都要伫这调来，伊偏偏要走出去，所以就毋捌你啊。咱头一项袂当听到上帝的声的时，原来就是因为咱有罪伫咧。这个罪，互咱甲上帝中间的隔断去啊。这个中讲到这个罪，讲到两字无共款，一个讲是罪过，一个讲是罪恶。有的翻译圣经拢是讲共款，咱的罪。到底这内底讲到，既然要讲到两遍，什么是伊的意义伫咧？我去查伊的原文的意思，甲这个英文内底所讲的是，英文用两个字，头一个罪过，伊就讲 iniquity； 第二个罪恶，伊讲是 sin。咱普通所知影就是讲，你讲咱的 sin， 就是讲咱的罪。但这两个原文的意思，甲伫圣经中间共这字的翻译无共款的时阵，伊的意义就是讲到头一字，这个罪过是咧讲已经行出来的行为。无合法的行为，毋对的行为，你行出来即个罪伫咧。第二个讲到即个信的时，就是讲即个罪是较属伫即个道德上，你的良心感觉足不安的，还是宗教上应该你会当做到即个圣经中间要求迄个部分，咱做无够，甚至咱无认真去做即个部分。原来这讲到即个部分是咧讲到咱的罪是毋是干那表面看会到。是咱的思想、咱的行为者无下伫上帝心意的，包括你无行出嘛无要紧，但是无下上帝心意。咱所想的无共款的时，这拢总会互咱甲上帝伫遐来隔断去，咱就听袂到上帝声。我相信一寡咱若去讲要鼓励人来信主的时阵，咱拢会讲到咱人的无完全，咱的无够好，甚至咱会用咱拢是罪人，这个名因素的时，真侪人开始反弹。我哪有是？我毋是罪人，我毋捌去用判刑啊，我毋捌去用掠去啊。原来伊所明白即个罪，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迄个表面看会出来部分。其实咱拢知影，即个罪至少有4站伫咧。头一个就是咱的喙，咱喙咧讲话，咱倒一个人毋捌讲伊讲话袂去伤害着人。毋捌去欺骗着人，毋捌去骂人，毋捌去咒诅别人，毋捌讲一寡负面的话，讲一寡无造就的话，互人听了真艰苦。我家己无安怎，但是别人艰苦，这什么是罪？口头所讲的话，这嘛是一个罪。你袂因为安尼去用掠去。最近咱较有尊重的这人权伫咧时，你若你去骂人的时，有人记录起来的时，这会去用罚。这是最近才有安尼，以前你甲嘴讲变安，我也无拍人啊。这只不过是口头嘴的这个罪责。第二，咱讲到第二站，就是讲咱的行为，咱已经行出来啊。你可能是去偷摕，可能是破坏，可能是去杀人、去伤害人，去这行为，咱的法律所无稳准这的时，你可能就去用掠去，甚至你有可能袂去用掠去，但是你嘛行着行为的罪伫咧。这是咱一般所了解讲的罪，
其实这还无够。第三站是讲啦，咱的思想会做，咱的心内开始会怨恨别人，咱会怨妒别人，咱看袂到别人的好，咱心内咒诅别人，讲一寡这怨恨，咱袂了解人，等等这拢是咱心内，咱无讲出来，人毋知影。人表面看拢真好势，但是其实你内底已经足侪足苦毒伫迄个所在，迄是咱害着咱家己的罪，嘛去害着别人的这罪。这是第三站的。咱伫基督徒的时阵，咱有第四站的要求是啥？你得完全甲上帝的完全共款。咱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上帝有咱一个高标准伫迄个所在，要互咱知影讲咱的软件，所以咱常常爱挖靠伊，咱常常爱向伊祈祷，求伊赏赐气力互咱。甚至最近有人咧讲着，佫有一个第五站的做伫咧。第五站做啥？你无认爸上帝做你的爸。哇，这听起来嘛是有理啊！竟然你袂当认创造你的即个爸上帝做你的爸上帝。即若伫咱的一般的即种道德来讲的时，就是讲一个囝儿无认伊的老爸共款，这嘛是真当的罪，嘛是无毋对啊。咱来思考看，这五站的罪内底，啥物人讲伊无罪的？绝对有即个罪的，但是上帝知影咱的软件，伊毋是要讲互咱变完全，这拢总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伊爱咱认咱的罪，知影咱家己是软件的，所以咱需要上帝，咱需要上帝稳定伫咱的心上。这稳定是安怎？咱免无办法改进到完全无，咱干来承认咱的罪，求上帝赦免，上帝来赦免咱啊！咱若无赦免，咱若无求上帝来认咱的罪时，这是头一项，就互咱隔断咱甲上帝的关系。上帝讲，毋是伊的手骨，毋是伊的手无力，也毋是伊的耳孔当听无，是因为咱的罪过，咱的罪恶。隔断甲伊的关系，这是头一项，咱听袂到上帝声的原因。第二项是咱无要听。伫即个撒迦利亚书第7章的13节，伫迄个时来讲，因为伊捌叫，因毋听，安尼因要叫，我也毋听。上帝咧甲咱讲话时，咱毋听，所以伊咱咧叫时，伊嘛无听到。咱知影讲，世间有真侪这声伫，咱去互世间这无一定下伫上帝心意的这声，咱去互隐瞒去啊。咱常常袂去听着迄上介好的声，咱顶多爱去听迄个八卦，迄个无健康的话，听迄别人安怎无好，哇，足爱听咧。啊，讲着家己安怎无好时，啊，你拢胡白讲，啊是讲你喊我，你会使随便批评我。其实迄个话是正确的，但是咱拢真无爱听遐声。世界中间有遮尔侪声，咱到底是听你啥？上帝甲咱讲的听，咱顶多无听去。有咧甲咱讲有，但是咱无听去。另外，咱嘛无努力，啊，真较无要去听上帝声，啊是咱根本就无兴趣讲去听到以后，要去行伊的旨意出来时，你想上帝敢要甲咱讲话？上帝无甲咱讲话，咱自然就听袂到啊。咱要学习是讲，咱要去听上帝的话，会当去听出来是，这是第二个原因，咱袂当听到，因为咱无要听。第三个原因是啥？上帝已经甲咱讲了，互咱答案，咱也知影，但是咱认为讲，迄个毋是我要知的，所以就准做讲，上帝你也无甲我讲，我听袂到，因为迄个答案毋是我要知的。伫马太福音13章的14节，底下讲，恁听是要听。若是决断袂晓悟，你看是要看；若是决断无看去，咱常常会当知影，真侪人互咱的声，还是伫看圣经中间，明明就看到即个应该是上帝要互我知影，但是甲我想象就无共款。我以为是要安尼啊，但是伊竟然是安尼，我就无要承认这是上帝的声伫咧。伫旧约中间有一个故事非常有名。记载伫民数记22章甲24章，拢总用3章伫迄所在讲即个故事，讲一个先知叫做巴兰即个先知伊的故事伫遐。咱知影民数记就是讲到即个以色列人为即个约旦河东边要进入到迦南地，伫迦南地中间会经过。伊安怎太阳什么人，然后占据迄个地，互倒一族去徛去伫这个所在，拢咧记载这个代志伫咧。所以记载到21章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伊已经太阳这个亚摩利人、亚摩利王啊，佮太阳巴山，这个国家叫灭掉去啊！哇，因继续佮向西边咧行时，
到伫即个摩崖地去的时，摩崖王的时，迄个摩崖王开始紧张啊！哇！以色列人，阮听起伊故事，真正代志的时，有一个神界同在，当伊已经到伫咱的国家来，要安怎？伊就去找即个先知巴兰，讲毋茫伊会当去徛伫因的即个所在，去救助以色列族。你想上帝敢会赞成？上帝当然袂赞成啊！所以伊派人去找即个巴兰的时，巴兰叫讲：你休一暝，我来祈祷上帝，看上帝甲我讲安怎。迄暗果然上帝出现伫巴兰的面前，问伊讲：迄个人来要创啥？伊讲：爱就来叫我讲爱救助即个以色列。上帝甲讲安那，你袂使去，嘛袂使救助以色列族，因为以色列族是受祝福的。这已经非常清楚安尼讲啊。但是为什么按哪呢？在讲三章啊？因为巴兰伊看重迄个摩押王来时送足的礼物互伊，所以伫迄个所在一直想要去。所以头一遍伊就甲这使者讲：啊，我袂当去，因为上帝无爱互我去。无拍算因转去的时，甲这摩押王讲是摩押王，佫早佫较侪礼物来，佫较贵重的人的身份来，佫甲即个巴兰伫遐甲求的时，伊伫遐心佫动啊。佮讲你小老了，我过来祈祷上帝。你想上帝安怎讲？所以我早就甲你讲啊，你为什么唔听？你遐尼要去，好，你去吧。但是你只会当讲我要甲你讲的话，巴兰就安尼去行。扫罗记载讲啦，上帝非常的生气，已经互你知影的意思，你为什么佮伫遐一直咧求？上帝就派使者举一支刀伫路中要杀伊，但是巴兰看无，因是使者伊看无啊。伊徛喺只驴啊，看有。上帝开驴啊目睭，互伊看到即个头前有使者，天使使者伫迄个所在要杀巴兰。伊个驴啊，就伫迄个闪啊闪啊时，然后即个巴兰就拍迄个驴啊。等等，这故事咱会当去看。当记载三章是咧讲啥？巴兰明明知影上帝心意，佮伫迄个所在，佮咧求，佮求，佮求。咱人是毋是原来有常常安尼？咱明明知影，咱已经领受得真清楚，圣经中间互咱的意思真明，咱都要安怎来行？但是，甲咱想象无共款时，咱就一摆、两摆、三摆，搁含上帝伫遐画拍拉紧。我敢袂当安尼？我敢袂当安尼？上帝怜悯咱人两者好啊，你去啊！但是你都要照着我讲的去讲。所以，别人伫迄所在三摆，拢伫遐讲出来话，拢是祝福以色列人的话，毋是咒诅。所以摩押王最后就去气死伊，最后记载就是讲两边拢分开倒转去安尼来定。迄个故事是要互咱知影，伫历史中间发现一个甚至先知哦，先知是知影上帝话的人，伫遐要传上帝话语的人，伊无伫迄个所在真正明白上帝，听无明白上帝声，伊的私欲，伫迄个掌管着伊家己的性命，伊伫遐想要行出来，伊爱行的，因为看见迄个引诱伫迄个所在。咱有可能要听上帝声时，咱已经听见的答案嘛。但是咱感觉咱无听见，因为迄个答案甲咱想的无共款。我毋知伫咱的工作中间，咱为着咱的工作咧祈祷，为着咱的婚姻咧祈祷，为着咱的经济咧祈祷，为着咱甲亲子的这关系等等，才有足侪问题。咱咧祈祷的时，上帝啥物无互你声？上帝对圣经中间互咱真侪教示，早就甲咱讲爱安怎行。咱是毋是感觉即个毋是我要伫的答案？我要伫的是对我较宽容的，拢是别人拢爱上我，安尼才是我的答案。那安尼你永远就袂当去听到上帝声。这要互咱来学习，咱要听上帝声，这三项是咱的阻碍。这阻碍内底是甲咱讲，咱是毋是有罪还袂认？咱是毋是根本就无想要听？咱是毋是心内已经有这答案的？所以就甲咱讲，你若已经有预设立场啊，你已经想讲爱安怎才是的时，还是你已经做决定的时阵，你绝对听无对上帝声，甚至你嘛毋免为着这项代志去祈祷啊，因为你家己已经有答案嘛。你要问上帝，只不过要叫上帝甲你转一个因啊，橡皮章啦，讲哦，这就是上帝允准的。上帝袂安尼啊，上帝只有讲伊该讲的话，上帝只有行伊看做好的代志，毋是你看做好的代志。若是安尼时，咱已经知影这是阻碍，咱要安怎会当听到上帝声？
嘛有3个，咱来准备的。头一项就是咱家己爱准备咱家己，你爱有备心。有备心做啥物？有备心讲我愿意听，搁要去遵守。伫即个约翰福音第7章的17节，安尼讲，人若愿意行伊的旨意，就会知即个教示是对上帝出，还是我对家己来讲的。这是人爱付出的即个代价伫咧。你会当真简单讲，我愿意，安尼我啥物就听着，毋通袂记咧。上帝是看人的内心的，毋是你外面讲就好啊。你真正是出于迄个真实的心无？你有迄种较无的心无？还是干那表面啊讲讲尔，嘴讲是，心来讲毋是无？咱的社会中央常常充满着安尼，讲在是一套，做是另外一套。无伫即个所在是，上帝要看你的内心是真正愿意，去较无要去听着上帝声，搁愿意去行，毋是干要听了，还搁去行哦。咱人家听着，照拄则讲，听着啊，但是咱无爱去行，因为甲我想象无共款。这是头一个咱来准备的。人头一个爱备办心，上帝就安那，上帝就伊的恩典、伊的赏赐互咱，就是照着圣神。咱看伫约翰福音第16章的13节，底下安尼讲：到真理的神来，伊要带恁入伫一切的真理，因为伊毋是要凭家己来讲，是将伊所要听见的来讲，佮要用得咧要来的事来报恁。这甲咱讲了非常清楚，只有圣神才有可能帮助咱真正明白上帝心意。上帝要安尼无？上帝足爱的啊！哪有可能讲伊讲话啊，然后要跳工互恁听无？当然嘛是你爱听有啊，听有佫会当去行，这是上帝的即个意爱伫咧。所以上帝要借着圣神伫遐所在来帮助咱，安怎帮助咱？头一个，伊要赏赐咱有一个安那，开咱的一个属灵的心。叫咱开咱属灵的这耳孔伫咧，互咱会当真正伫属灵中去听着。咱伫顶回已经讲去，上帝是灵，所以你只有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毋是用咱即个肉体。肉体是外面尔，上帝毋是有即个肉体，上帝是灵，所以咱要当听伊，咱都要有一个属灵的耳孔、属灵的即个心，才有办法伫迄个所在来听去。伫启示录第2章的第7节，伫遐安尼讲。有耳孔的，就听圣神甲大家、甲这个教会所讲的。但这个耳孔是真正这个耳孔，还是教会有这个耳孔的？毋是啊，是互你明白这个意义到底是甚物。上帝是透过咱的灵，互咱伫迄个所在来明白的。其实上帝话咱逐人拢听会着，只不过咱无拢明白啊。咱需要属灵的耳孔，甲属灵的心眼吼，咱才有办法伫遐来明白上帝真正即个心意伫咧。上帝的圣神啊，即个有一个神学家叫 C.S. Lewis， 这是一个真有名的神学家，伊出足侪册，伊甚至伫遐讲，即个苦难是上帝麦克风。有时上帝就只有温存一寡苦难临到咱的时阵，因为伊想要甲咱讲话，为什么啊呢？因为咱伫平安无代志的时，咱常常咱就安那，咱就甲咱属灵的耳孔、属灵的心关起来。因为咱足平安的，这拢是靠我，我无需要别项，我家己就会当真好势啊呢。啊，现在遮咱感觉讲，我即摆咧行，就是照着上帝旨意咧行，所以其他这声我也无必要听。上帝要甲你讲，要甲你讲话，只有互你发现问题，是当着苦难的时，你才倒转到上帝面前来问讲。为什么？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等到上帝面前，伫遐跟承认你的软弱时，上帝才有办法和你讲话。所以 C.S. Lewis 伫遐讲，苦难是上帝麦克风。咱毋通将咱所当着这苦难代志，尊做是上帝咧刑罚咱，无上帝袂刑罚咱。上帝允准这代志发生。咱家己造成一寡苦难，是因为咱家己的原因，因为别人的原因，因为大自然的原因，因为魔鬼的原因。魔鬼借着咱的软件，咱的身心灵的软件的时，互咱当着这苦难的。上帝允准伊发生，要知影讲咱是软弱的，所以咱需要登到伫上帝面前。上帝嘛有可能因为你需要一寡功课学习，所以互苦难临到伫咱的面前，咱才会当伫迄个所在来学习着功课。圣神开咱的心门。开咱的耳孔，属灵的耳孔，要互咱听。其中上简单的方法就是照着圣经，照着圣经咧甲咱讲话。这是上帝甲咱讲话上个普遍的一个方式伫咧。
那伫早时的时阵，伫旧约，因无办法，因无圣经，拢透过先知伫遐甲因讲话，透过祭司甲因讲话，因无办法直接去接受着上帝甲因讲话。早时的会幕中间迄个至圣所有即个10条界伫迄所代表上帝话语伫遐，但是人无办法进前到遐，因为有一个幔子伫遐关掉咧。但是主耶稣为着咱定时的时，即个从离开。离开代表讲已经上帝话语已经开放伫咱的面前啊，但是你要安怎进前到遐，只有靠着上帝灵造办法，就是圣神，就是耶稣的灵，伊甲咱帮助咱的时，咱才有办法去看着上帝话语。所以咱今日会当看这个圣经，这本圣经，你若无照着上帝灵伫遐来看的，伊只不过是一本册尔定。外邦人看这是哇，这是一个道德真悬的册伫咧。但是咱看这毋是，这是上帝话语。你若无上帝灵甲你帮助时，你是看做是一本册；若有帮助时，你得让伫迄个所在，伫遐来安那默想，伫遐得到启示，你的性命，佮甚至伫迄个所在来得到改变。咱现代人伫信仰中间有遮尔大福气，因为主要说一定为着咱，将即条隔断咱的即个幔子伫遐拍开啊！佮照着上帝灵，咱进到迄个所在。咱讲咱的身心灵，迄个心，还是灵魂体的迄个魂，到底是啥物？迄就是咧控制着咱的思想，控制着咱的情感，控制咱的理性，咱的感受，就是拢为遐来。所以心思意念的意思伫咧。所以当咱的灵、咱的魂、甲咱的心来当甲上帝结连做伙时，你当然当明白上帝旨意啊。咱的心思意念，咱来当甲上帝来明白的时。结连做伙的时阵，咱自然就会当明白上帝心意到底是啥物。但我要特别解说，伫遮讲的这个圣经，毋是代表咱拄仔所看这纸本的圣经。这个圣经是上帝话有无毋对？当你用上帝灵去看时，伊就白白跳在伫咱的面前，互咱知影。但是伊嘛互咱知影讲，有上帝旨意伫内底。所以这广义的圣经的时候，既然下伫上帝心意、上帝旨意的这物件，拢总是。这拢是一个主要甲咱讲话这种管道伫咧，包括咱的智慧，包括伫讲道中间，包括咱伫信仰中间的分享，包括讲咱有人做见证，包括有福音的团单伫咧，包括你有福音的节目伫咧，包括咱家己看灵修的课本遮，这内底若是都讲到下伫上帝心意，这拢总是上帝要照着伊甲咱讲话的管道。咱边这样听着上帝的话。头一个，咱爱避免咱家己；第二，咱就是爱透过圣神来帮助咱。那圣神帮助咱的时，咱就爱回应。所以第三是讲，咱的行动。咱有啥物行动？你头一摆领受着上帝的话时，知影爱去行时，你有去行出来无？你若无去行出来的时阵，你上帝可能就认为你无需要。所以听着上帝声以后，重要的是去行出来。咱若遵守去行的时，上帝知影讲啊。你是真的哦，你认真要真正，你是要听我的声，搁去行的哦。上帝自然就一直甲咱启示，搁甲咱讲话。但是咱若无叮当，我想上帝就袂继续甲咱讲话啊。你当然就听袂到啊，因为你无要去行嘛。所以第三，咱头一个避慢心；第二，信心甲咱帮助，互咱明白，透过种种的管道。第三，咱来去行出来。咱若愈行出来的时阵，上帝就愈要甲咱帮助，互咱知伊的心意是啥物。主要说讲，你若伫小事顶面，你伫遐忠心的时阵，伊就要将较大代志来想诉伫咱。伫马太福音25章的21节，伫个所在讲，伊的主人甲伊讲：好啊，好个尽忠的萝卜，你伫小的事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罪个。这是咧讲起5000、2000、1000的时。耶稣，这个主人甲这个萝卜伫遐回应。你伫小块的事顶面，你已经尽忠啊！我要互伊更较大的事伫你面前。你伫我甲你讲的这头一句话，你就已经去执行啊！安尼我互你更较侪话伫咧，你就让愈听，你让愈听着上帝的话伫咧。上帝伊甲咱的伫小事方面，咱若开始伫遐顺服上帝的吩咐的时，上帝就渐渐将咱性命的大代志，伫迄个所在要甲咱讲。也毋通袂记咧，种上帝启示，上帝甲咱讲的是渐进的，豆仔来。你的灵命到倒位，上帝就赏赐你的灵命会当成就话伫你的心上。所以咱人知影讲，伫咱的一生中间，
咱若一直要行伫上帝即个话语中间时，咱得不断一生中间不断拢伫迄个所在咧操练，安怎操练？你来行出来已经知影的真理。这真理包括啥物？包括聚会，包括敬拜，包括灵修，包括灵命操练、你奉献、迄个服侍、行好事、分享、传福音、祈祷，这拢是你有不停做这个代志无？这代志毋是伫形式上，是为着要甲上帝更亲密的关系的。当你若安尼做时，上帝就知影讲，你真正伊也要真正伫意伫伊的话语，伫意伫伊的心意，伫意伫伊的旨意方面。伊自然就伊也要甲咱讲，互咱来明白。当然，咱直接来学习着，咱已经知影讲，什么隔断咱甲上帝，咱为什么听袂到上帝声？因为咱有罪还袂认，然后个咱事实上咱无真正要听，啊是过来最后一项就是甲咱讲着，咱有个，就是讲已经互咱答案嘛，但是咱想讲，这个毋是咱的。毋是我想袂，这会阻碍着咱去听到上帝声。过来学习着讲，我要来听上帝声，如果我爱先准备，我有备办心好，我有立志，立志讲我听着，搁要去行，然后上帝透过信心甲咱帮助，信心帮助咱时，咱就要行动出来。安尼才有可能继续伫迄个所在开始。这咱已经知影有阻碍着咱，搁知影着要安怎来听的时阵，其中绝对各有一个秘诀伫咧。这最后一个原因到底是啥物？有什么关键的所在，是咱来真正迄个核心到底是什么？原来是你甲上帝关系是如何。所以最后要甲咱讲着讲，你得用信心甲上帝来建立一个真亲近的关系伫咧。这是咱要听到上帝声上个重要即个关键伫咧。你甲上帝关系到底是如何？这是爱靠着信心。你若无即个信心的时，你就无可能会去听到上帝声。什么叫做信心？我会当讲，我对即个人有信心。即个信心毋是咱咧讲的即个信心，这是咱人甲人中间的。当我甲上帝关系中间的信心是咧讲啥？对象是伫上帝。我知影上帝伫圣经中间所讲这个话一定会成就，这就是我的信心。我毋知影时间，我毋知影用什么方式，但是我知影一定会成就伫咧。啊！伫顶礼拜五，即个顶礼拜五，因为阮在学习着伫迄说讲，叫咱来不断的祈祷。咱就明明你看祈祷中间无成就，无应允出来，咱变咱不断祈祷。原来咱去感谢着，咱想讲，咱以来即个时间，啊，甲即个方式来，其实这毋是，这是上帝空气。上帝要伫什么时间，要用什么方式来帮助咱，迄是上帝看这上介好的时间。阮读的圣经在时讲了啦，上帝忍耐足久的，然后要紧紧互咱，原来伊咧等咱，毋是咱咧等伊。但是咱会当祈祷是啥？我要祈祷这项代志到底有下伫上帝心意无？这是咱的。咱有真侪代志，咱以来向上帝来求，咱会知影讲有下伫上帝心意无？有你着大胆伫遐恳求，上帝伫伊看这好的时间，用伊看这好的方式，就伫遐要来帮助咱。这就是信心，这是上圣经中间互咱应允。上帝一定要安尼做，因为咱是伊的囝儿的人。当咱甲上帝有这个信心的时阵，咱才会当甲上帝建立真亲近、亲密的关系的。上帝期待嘛是这种的关系，毋是干那口头所知影，是实际这个关系的咧。咱透过主耶稣的保护的，互咱会当甲上帝来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咱看主耶稣伊安怎甲爸上帝这个关系是啥？伊家己伫约翰福音第5章19节，伊伫遐安尼讲：我实实甲恁讲，囝若毋是看见爸行的，就家己袂行什么。因为囝若爸所行的，囝也照安尼来行。原来主耶稣甲爸上帝关系是亲密到安尼去。明明知影上帝心意啥，就照伊的心意来讲的。甲伊无害，我就无爱讲；甲伊无害，我嘛袂去行。因为主耶稣是安尼，所以咱会当挖着主耶稣最中保来甲咱保咱的时阵，咱嘛毋茫会当最高甲上帝甲参入即个主耶稣伊的即个关系共款。所以耶稣因为甲爸有这亲密的关系哩，所以耶稣伊当然会当听到上帝声，会当知影上帝心意。咱嘛是会当听见，但是这个功课中面，咱来三角来学习。当然，伫所在咱今仔日所学习看见就是讲。伫
伫要听见上帝声的即个广告顶头，咱知影咱有一寡阻碍伫咧。即阻碍啥物？咱会做，啥物咱根本就无要听，啥物咱家己已经预设立场啊。我家己已经想有干，只不过要请上帝来转因哪定，这是阻碍咱来除掉去。然后咱在学习讲，我得先备办先讲，我真正较无要听，毋若听，搁要去行出来。上帝就借着圣心来帮助咱，然后咱真正听了，咱就去行出来。这就是一个好的循环。上帝看见你行出来，听搁行出来，就继续甲咱讲话。咱真做上帝囝的时，咱应该爱真意爱要听见上帝声。上帝要甲咱讲。咱要来听，咱要安怎来学习的？所以咱对结论来看是，咱一定会当听起，咱一定会当听起上帝声的。因为咱是羊条内底羊的，但是咱常常惊醒，咱是毋是有这三项问题的咧？咱的死，咱有要袂认的罪，咱有无想要听，咱已经有答案的咧。然后咱讲，咱若会当凭着信心。来读上帝话语，佮明白时，咱甲咱的目睭注目伫上帝应允内面，咱的心思意念就甲上帝心思意念共款，同一个频率。安尼时，你自然就会当去听到，你就会当甲上帝的信心中，甲上帝建立一个真亲近的关系的。咱拢知影收音机，你若要听到警察广播电台，你来准偌济94.几，你若要听去什么好消迄个。佳音电台，你来准去92.7，等等遮个，你知影？你若无去准着拄啊，迄个频率时，你根本就听袂到。你要听上帝声，你若无甲上帝共款频率，你要哪听会到？共款频率意思就是啥？我的心思意念甲上帝心意共款。那安尼，你自然就会当去听到。咱若甲上帝建立一个真美好。搁一个真亲近的这种关系时阵，咱就当不断听见上帝声，咱毋莫怀疑，因为上帝要帮助咱。你讲咱真软者无帮助要安怎？腓立比书第4章13节，伫迄个所在甲咱讲伊要帮助咱。伫遐讲，伫享受我快乐的，我事事拢会。上帝要享受咱快乐，要帮助咱啊。所以伫遮，愿咱所有意爱要去学习听上帝的人、声的人，拢总会当听去。各会当伫迄个所在来遵守的，这是咱这2讲内底中间要来听上帝声的时，咱会一摆学习。咱先知影讲，上帝有要甲咱讲话，有常常咧甲咱讲话，只不过咱听无，咱毋知哪定。咱毋知原因是甚物？因为咱有一寡做无认，因为咱无真正要听，因为咱迄所在咱甲咱的答案无共款，所以我尊做毋是上帝咧甲咱讲话。咱来咱来除掉遮去咧，然后我开始备办心，上帝啊，我要听你的声，搁要去行。上帝就将圣心，透过圣心甲咱帮助，透过圣经，透过种种的管道，互咱明白伊的意思。当咱听到以后，咱就要去行出来。你会听才有意义的，上帝才讲到，我才会当继续甲你讲的咧。毋茫即个功课，咱会当明白。所以咱今仔中间时，你一定开始，你会有一个，我已经知影我家己需要改进的是甚物，所以我开始应该有一个行动出来。这个行动我为第时开始就要来开始，要求上帝安怎来帮助我。毋茫咱伫这个思考这问题时，咱应该甲上帝做一个这方面的回应伫咧。所以伫这礼拜中间，咱有问题思考已经有3条，伫遐讲，你有真正要期待上帝甲你讲话无？你若无是，你当然袂当听见啊。第二讲，你感觉上爱最近一摆时，上帝甲你讲话是第时，你听了上帝甲你讲甚物，你安怎回应？毋茫你会当摕出来甲你小组中间来分享。上帝是透过你的灵甲你讲话，你有一寡感动，你有一寡即个突然一个念头出来时，迄就是上帝咧甲你讲话。若是下伫上帝心意的时，就是上帝咧甲你讲话。你毋知道安怎回应无？你若要听见上帝声甲意念的时阵，对你目前来讲有甚物困难无？毋茫摕出来伫小组中间，逐人会当为着你来祈祷。愿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人，拢当真紧听见上帝声，佮会当照着安尼来行。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当巴贝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来学习，阮要安怎来听主你的声。阮知你常常咧甲阮讲话。
你常常爱阮会当照着你所讲去行，但是阮人的软正，阮人的罪，阮无爱去听，还是阮常常已经家己有一个答案伫个心，造成阮袂当明白上帝你的意思伫个，求主你怜悯，求主你赦免。互阮会当搁一摆伫主的面前来决意，讲阮要听，也要伫迄个所在来行出来。主，你就借着信心来帮助阮。帮助阮，互阮知影明白以后，阮会当听了以后，佫会当去行出来。阮望即种美好的即种关系，会当循环伫迄个所在，阮会当常常甲主一个对话，一个会当明白上帝你的旨意，互阮的灵命拢会当拿来拿进步，会当迎神益人。主你来帮助阮伫即方面伫努力的人，拢得到主你的祝福。阮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阮要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阮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必得人来受苦，定是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话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话永远的活命。